大家好，食饱无烦恼，我是台南妹仔阿优。第一题，啥物咧？来，互大家摇一下，等看有安尼画啥物？答案就是月牛嘛，所以是半暝啊，技巧。半暝技巧是啥物意思呢？半暝啊，当时就是做暗的对无？啊，你咧算数的阵就是遐算嘛，暗算。半暝技巧就是暗算的意思。咱做人吼就较好心咧，唔通吼你啊半暝技巧，偷偷共暗算啦。搁有另外一句，半暝啊吹电风，恁敢有听过？半暝啊嘛是共款暗嘛，吹电风安怎？暗凉爽，暗爽，答案就是暗爽。安尼大家敢会晓啊？我是台南妹仔阿优，每礼拜四、拜五暗时8点，请准时收看公司台语台海海导览先生。安尼若是时间无拄好，不要紧 ，YouTube 顶悬短短台语台嘛会当看哦。